接下来看农委会本的内列报道，全世界天时暖化，粮食作物的生产环境因为营养调味哦。在2016年，美国一则报告讲呢，过去25年来，亚洲地区的稻米收为10%到20%的产量，更加由暖化和各季度的极端气候，粮食作物改良的速度会加价哦。台湾队今年开始也只能二来开发那一年的稻米品种，专家按算请假5年过后，如果有新的品种诶，不过现在台湾的稻米有种严，因为还会负责推广抗灾也得势头，一定要做几多事哦，也拖到位也个有种的速度。30万种嘅高温，农界强度嘅育种价和田球度顺来顺去，背下无入详细观察，可听无嘅生长情形。就是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病虫害的状况，比如说蚊菇病，它的情形怎么样？可以看一下这样子。清单上清清楚楚嘅记录点长期度、规线条根本嘅情形，无嘅品内有控制上的毛，涂鸦片一款是的。如果说它寒害、衰退化或刀的病严重，我们前面直接就打叉了，以后就不用选了，因为它生育过程已经都得病虫害了。所以我们就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调查这个品种的适应性跟它的这个稳定性很重要，避免说将来推广到外面以后，它要产生不良的这个情况发生这样子。石头育种家和田度观察的细节，用该从另外一片每同时间走上脚。碳本土忙新高，无法忙快钱，关键同新人的成本。进小暖水，持续公开发生。这个拿上去以后，我们就用剪刀全部都剪掉。剪片无用的花，也是实际做插种高花。有没有？好像灰尘那个，那个这个都是花粉，因为这里面。花无钱，花粉是从系用成穷款，跌落马嘅花心方，无高皮花，所下来又系另外一轮种观察土种的开始。育种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常在田里面走，时常做记录，那你就会选出好的东西。面对全球暖化，气温越来越高，农界场面真实系统仍然无嘅育种，但是因为调摆农民无去注意无嘅品质，相关嘅研发未受日本침묵10年。来到台太嘅人工气候时，呢片是模拟寒带多年代嘅气温。或者未上来套数年来嘅基本地板，前出空间性更加强嘅品内，会同暖化嘅速度走上脚。所以育种家他需要去看更广的这个基因群，看看别的那些比较在亲戚啊，在远一点的这一些水稻，它有没有耐性？你试的机会越多，你找到的机会就越大。不过，无种改良控制生态嘅条件，还是做农业改良嘅人员变质唔啦。你下全台湾有7间农改场，但是干到30间育种业，为负责田嘅面积係2500公顷。不过育种业同时行外嗰做推广同控制嘅事，但管无压估量条嘅结果，接土种嘅时机是高配的。也做杂交，可是该选拔的时候在救灾，那这一期大概对他来讲也过去了。如果是在这种情形下，你的育种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你就不一定赶得上你那个自然环境改变的那个速度嘛。防灾比救灾更加强，可比同全球暖化看作係對糧食作物嘅災害。基本嘅方法係嚟加速控制作物嘅育種同研發，同時無嘅育種分工咪應該更加清楚、更加明確。本育種業專心來研究、來開發，全力培育台灣糧食嘅未來。客家新聞持續為了期間，綜合報道。